朋友們，歡迎又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啦！今日為食嘅 Bunny 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全香港唯一一間水族館餐廳——海洋公園入邊嘅海龍王餐廳。如果食午飯呢，係要買海洋公園門票入場嘅，但係食晚飯就唔使入場費啦。香港居民生日嗰日呢，亦都可以全日免費入園，仲有成沓優惠券添，其中就包括咗一張8折嘅用餐券，可以喺海龍王餐廳使用㗎。買咗年票嘅會員，生日嗰日仲有7、5折添啊！嗰日去海龍王餐廳就抵到爛啦。網上預約生日入場嘅方法，我會放喺片尾一同大家分享。唔好講咁多，即刻去片。呢一日我啱啱有朋友生日，佢可以免費入園。我哋3個人搭列車上山，探咗好多海洋朋友啊！透明嘅水母喺燈光下，好似化咗妝咁樣，七彩繽紛。跟住搭吊車落山，當然要探下瑩瑩家姐同細佬啦，佢哋真係可愛到暈啊！我會喺片尾2分享下預約探家姐同細佬嘅小經驗。夜晚再 call 多3個 friend 入嚟食晚飯。頭先講咗啦，食午飯係要買飛入園嘅，食晚飯呢就唔使啦。去到海洋公園入口同職員講 book 咗海龍王餐廳就可以免費入園啦。唔識你去餐廳唔使驚，職員會帶路嘅。不過如果你話你識路，佢就會俾你入去噶啦。提提大家喎，記住預先 book 台啊，都幾敷噶，尤其是係晏晝。book 台嘅時候提一句想要近魚缸嘅台啦，如果有嘅佢會安排俾你嘅。海洋公園嘅正門一入去就見到海洋奇觀啦，佢嘅左手邊有扶手電梯搭上去就係海龍王餐廳。入到餐廳，大型水族館就出現眼前啦，睇住啲魚游嚟游去，開心到呢。好啦，點餸先？我哋懶得諗，叫咗1個4人餐同埋2個單人餐，一邊等食一邊睇住啲魚仔游嚟游去，真係超治癒啊！話咁快有得食啦，睇下有咩食先。咦，單人餐3個頭盤都係放埋一齊，份量唔係好多啫噃，不過味道都唔錯噶。湯就好足料啦，跟住就係4個主菜。呢個稻庭烏冬食過嘅人都錯重點㗎，好鍾意佢隻碗。你睇下，有熊貓屁屁嘅。跟住又嚟睇下個4人餐啦，哇，份量足好多啦。又係先嚟4個頭盤啦。呢個好特色喎，你以為係肉，其實佢係淮山嚟㗎。個湯都係好足料㗎，又鮑魚又火腿，跟住就係4個主菜，份量好夠，味道都好好啊！加埋咁有份量嘅荷葉飯，真係夠晒飽啊！好啦，上甜品啦！單人餐係熊貓餅，4人餐呢就係焦糖香蕉布甸拌鮮果。喂，未影完啊，未攞住啦。總括嚟講呢，餐廳嘅食物質素好高啊，環境更加係一流啦。我睇 OpenRice 嘅食評都幾好噶，有啲食客更加係專門入嚟食飯，唔係去海洋公園噶。所以我都推薦呢間餐廳俾大家嘅。話咁快就嚟到尾聲啦，片尾1同大家講下點樣喺生日免費入園啦，最好預先喺網上預約啦。當然即興想入去都可以嘅，直接現場去到詢問處辦理就得啦。網上預約嘅話，記住預早2-3日啦。打開海洋公園官網，揀購票及特別優惠，再揀特別優惠。
碌到去最底就見到香港居民免費入場，入到香港居民免費入場嘅版面，記住睇清楚條款啦，然後撳馬上預約，再睇多一次條款，跟住就撳開始預約。第一步先揀入園日期啦，記住要揀壽星生日當日啊，呢一日係要對身份證㗎。跟住輸入姓名同埋電郵地址，姓名要同身份證完全對上，電郵呢係要嚟收二維碼嘅，千祈唔好填錯啊，否則就入唔到園㗎啦。最後輸入驗證碼提交，跟住就會見到確認版面，再對一下壽星嘅姓名同埋電郵，冇問題就搞掂，等收二維碼。到入園嗰日，去售票處排隊，帶埋身份證同埋二維碼就可以換免費入場券啦。記住攞優惠券喎。如果有同行嘅朋友未買飛呢，可以一齊買埋飛嘅。去到入閘口，記住出示身份證同埋生日入場券，咁就可以入去玩咯。如果冇網上預約，可以喺壽星生日嗰日直接去詢問處出示身份證，同佢講想辦理生日免費入園，佢會即場俾個二維碼你，跟住去售票處按住前面嘅程序換票入場。好啦，嚟到片尾二，最近爆紅嘅大熊貓龍鳳胎家姐同細佬，即刻同大家分享下我探佢哋嘅小經驗啦。從3月22號，家姐同細佬會同埋媽咪瑩瑩一齊展出，展出嘅時間係上午10點至下午4點半。特別嘅日子呢，可能會早啲收價，大家去官網查清楚喎。仲要當日預早排隊攞入館時間飛。早前園區公布過，每日上午10點就開始喺威威天地派飛，中午12點就派完㗎啦。我哋今日閒日約咗11點鐘喺售票處集合，11點10分呢就入到園區，一入去即刻衝刺去攞飛啊！真係廁所都唔敢去。入到園區轉咗一路直行，大概行10分鐘到就見到威威天地，然後就見到排隊條龍，我哋排咗一陣就攞到飛啦。係下午嘅3點20分，每場可以睇3分鐘。有啲朋友仔覺得唔夠喉嘅，即刻去隊尾再排多一輪。職員話到時提早5至10分鐘去到大熊貓之旅入口嘅小帳篷就可以直接入場啦。小帳篷後邊有條隊係冇攞飛排候補飛入場嘅，其實仲有飛派喎，佢哋可能唔想等咁晏，想早啲入場啦。所以有飛嘅朋友仔唔好排錯隊啊！仲有好重要嘅要提醒大家，係大熊貓之旅，唔係大隻熊貓喺門口嘅四川奇珍館，嗰度係睇新嚟香港嘅安安同可可，所以大家唔好去錯地方排錯隊啊！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更多好玩嘅地方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識得點做啦，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啦。